了。说了，外边的东西别乱吃，没吃让你吃，你好好吃，好好吃。大伟，我不是杨大伟啊！哎呀，我的天！你快让开点！人家都不行了。师傅，不行了。杨大伟，哎，你赶紧过来接我们啊！你这让我干嘛，可芳？哎，这公众场合不能这样！哎，干啥？这怎么啊？可芳，他吃了泰国春药。哎呦，什么？他吃了泰国春药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哎，可芳，冷静冷静啊！哎，你今天晚上好好陪他吧。哎呀！你这简直是胡闹！我告诉你，哎，走，回家。过两天再跟你们算账。走，回家啊！哦，不闹了，回家了啊！